讲到旅行，有真侪种的方式，其中坐火车是真袂歹的选择。一来袂塞车，二来会当真轻盈来欣赏到沿路的风景。最近这几冬来，国内流行低碳旅游，除了甲在地来结合，嘛互旅客会当深刻来体验到真正的台湾味。2022年3月，明日都房进驻，这台美学观光列车明日号是摕到德国 IF 设计大奖，火车顶的餐饮服务嘛是5星级的。2024年列车服务升级，邀请到大总铺来讲菜色，把美食的餐点融入在地小旅行，探索到上正版的台湾风情。另外，用 EMU 500型的通勤电联车来改造的海防号，有正浪漫的马卡龙的色水，嘛真吓人。继续，咱就来看铁道旅行，这台台湾首创的甜点观光列车，安怎来打动旅客心？马卡龙印象，你会觉得哇，好幸福。用大面窗才会看出来的视觉是比较美的。客人很喜欢的一些招牌菜色，可以带到火车上。提供的餐点或流程都必须要跟在地有所结合，每一个观光列车都像是一个品牌的塑造。500型通勤电联车改造用马卡龙设计来装下，为外观到车厢内全新的体验。2024年12月，海防号列车浪漫启航。区间车的制作计划内底城市接近海洋的空隙甲翠绿时期，尽快作为设计点心列车上路，沿路会使看尽海洋风情。海线火车跳脱过去暗色的视觉观感，40个车厢，60个座位，4人的铺椅，面海双人座，全景落地窗适合去看远方，轻松欣赏西部海岸，每一时伴随海风吹来气息。顺铁铁路弯弯弯弯的方向前进，点心观光列车海防号飞奔在上外海所在。列车经过路线为新竹到台中，总共有47座风力发电机组，沿路会使好好啊算。在选择路线的时候，海风当然是以海为主轴。冬季行程里面来讲，主要带大家去看的是我们的台湾海峡。在夏季的时候，我们带大家看的是我们的太平洋。大家坐火车坐了这么久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没有坐过海线？那你曾经坐过海线，你有多久没有搭过海线？地标那个新埔站是海线离海岸上近的车头。从新竹出发，海线观光列车海风号以浪漫的马卡龙色调，沿着西部海岸，带着旅客要展开小镇的探索之旅。大家这是以特色的庙宇文化、巴洛克、古厝的建筑为风格，修订观光的每一道空棚被一一点亮。因为呢，其实大港车站呢，在我们海线是第一个盖的火车站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
大甲火车站哦，大甲桥头。那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我们大车站的建筑啊，你看这个屋顶是以前的啊，这个呢其实叫做折板式建筑哦，折板式建筑。排放海指向沿老街方向，观光列车的新时代发展趋势，定调为机密结合在地元素。甜点列车早上的部分来讲呢，它就会比较类 brunch 的概念。那下午的部分就比较像下午茶的概念去做我们的餐点的内容。做的观光列车，我们都希望跟在地有很紧密的结合，包含地方的名产，希望都能够融入在我们的甜点里面。新竹的鱼丸、花生酱，从新竹到台中，我们喝的是东方美人茶。不管去程跟回程，我们一定都会马卡龙。大家这台车再配上那个马卡龙，你会觉得哇，好幸福。台湾海峡的境地，在地人文加铁道文化，海防河依照旧人气积极浪漫出发。Take you there. Just let me know where you wanna go. I can take you there. 来到明日出发。明日都网观光列车伫2022年3月首航，2024年依然伫铁架路上为火车顶的餐点继续制造一连串的惊喜。Troubles behind you now. I can show you how. 高青饭店的餐饮服务有新的亮点，这摆将邀请金牌总部赛做回去交易。搭火车最多就是打到台东那边去了。我接到了这个任务的时候，那我就心里在想，我可不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除了火车便当以外。我希望将招牌菜可以带到火车上去。雪蟹西施泡饭，那这个汤底呢，就是用龙虾、白虾还有螃蟹一起熬煮了3个小时。这个是帝皇虾，它用汤煮过之后呢，一样可以保持它那个脆度跟它的口感。生食的干贝也可以放下去。这个不用太熟，雪场蟹的蟹脚肉也放下去。甲一般的灶脚无同，伫火车顶袂当用明火，餐点若要烫烧，就要挖靠电磁炉，要安怎还原真实的口感，可验到料理的真功夫。火车上就跟餐厅不一样，因为它尽量少一些那种汤水的东西啊、汁啊那些东西，炸的东西也比较难，萝卜丝酥饼啊这些要炸，这些东西会比较难。对，在适当的时候要做适当的事情。我们的炸米来了。招牌的雪蟹西施泡饭。听总部赛讲菜，多面探寻正港的台湾味，在地是在大量使用丰富火车餐点的特殊性。我们用了宜兰那边有个叫七香米啊，龟山岛那附近的一些海产、虾啊那一些来做这个汤底，都会用上。你当然也是要有合适的食材啦，就是季节啊、时令啊，跟合适的食材来配合这个菜色。味觉响应为南港出发的迄一刻开始，对铁架路运行的节奏，点点安排菜单顶的卡数。
火车游台湾铁道旅行的精致风格，观光列车与5星饭店合作，在车厢上演奢华美食秀。5星饭店的经典料理为精彩，开胃菜到主食点心200%复制还原，杭州餐车好菜就到。消费者从以前搭火车，大家追求的是速度，交通工具大家追求的是速度，可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速度放慢。那我们的观光列车也符合这样的特性，是让大家把整个的速度放慢之后，看到不一样的台湾。以花东线的部分来讲，在到浪时间，我们会特别挑到浪最美的地方去做停留。对，像今天我们会停在东山这个地方，主要有2个原因，一个可以看到绿油油的稻田。对，那第2个部分是这个地方又是一个瓜棚式的车站，那第3个部分是东山这个地方的小旅行，其实也非常棒。顺着铁桥路，展开走出台湾味的一港小旅行，对风的方向，随着旧时作物的成长时序来轻松掠着参间投影摆动的混乱。各位大家跟我来，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东山粮食农创园区。那这个地方位于东山乡，东山河的故乡东山乡，这个就是姜黄。我知道。姜黄跟姜长得是很像的，跟野姜花也长得很像的。哦，所以他们是在里面，然后我们1年会采收1次。南洋平原是台湾重要的米餐。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殊的品种，叫做台中194七叶兰香米。那顾名思义呢，它煮熟了之后，它会有七叶兰的香味，就是我们这个一般有人也有讲斑斓叶。那它的 Q 度呢，跟日本的月光米是同等的。餐车顶的点心时间，下午第2回程的时刻，游览就在最后登场。新的观光列车的元素里面来讲，我们都希望透过火车，因为现在讲低碳旅游，那低碳的部分呢，火车运去，然后停留在每一个站点去深入游在地。这件事情呢，其实也是在长期规划铁道旅游里面来讲很重要的一环。列车沿宜兰线、东山一日游的观光行程，伫尾仔结束，回到南港站。观光化的列车通常我们都必须在不管是外观或者是里面提供的餐点，或者是你的游程，都必须要跟在地有所结合，这样才能够有它独特的特色。这个改造是相当不容易的。那我觉得除了一开始的设计端，然后到最后的游程的规划，然后到最后软体很多餐饮跟旅游的搭配，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容易。坐火车去郊游，列车载着观光客，伴随铁架路的节拍声，谱出幸福浪漫的旅行到香港。